喂，唔好插走個視頻住啊！你好，我係 AIOHK David Lau 劉健遠。由今日開始，我會喺呢度講解好多唔同酒類嘅小知識，保證大家新手都變專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第二堂，講解下威士忌點樣一眼就知道大概嘅價值。其實威士忌你離遠就知㗎啦，因為咧威士忌好誠實嘅佢會寫住年份嘅，12年咧並不代表佢完全係12年嘅，但係佢係代表佢係300蚊至到700蚊。當然有啲人講，哇！我見到12年好貴啊，幾千蚊都有。咁呢啲可能係一啲收藏品啊咁啦所以都一般嚟講係由300蚊至到700蚊，係啦。咁有啲人會講話，喂，呢個老牌，點解頭先你唔係話大牌子會貴啲嘅咩？呢個咧，遲啲有機會咧，我開個 topic 同大家講講我哋行業嘅趣聞有興趣嘅可以瀏覽我哋，係啦掛個鐘仔啊，18年就1000零蚊至到3000零蚊，一般嚟講2000零蚊啦，咁樣咯，係啦。25年咧就以5000蚊起跳，去到個幾萬不等嘅。咁睇唔同嘅品牌，咁樣咯。咁如果你見到威士忌咧係冇年份嘅，因為呢啲咧係用唔同嘅時期嘅威士忌咧調和一齊嘅，所以佢哋咧都唔會寫年份喺度啦，咁樣咯。咁相對會覺得比較誠實嘅咁樣咯。呢啲就要睇個人嘅口味，係啦。咁係咯。咁我覺得呢支都幾靚噶嚟大家可以留意下咁樣。咁所以就今日好簡單。真係睇個 number 就知㗎啦！一般嚟睇12年嘅大概係由300蚊至到700蚊，18年嘅係由1000零蚊至到3000零蚊不等，都係以唔同嘅工藝啊或者品牌啊去釐定個價錢啦。25年嘅係由5000蚊至到幾萬蚊不等，係啦，都要睇唔同品牌。30年嘅就係好難講啊呢啲。咁好多謝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學到嘢。